陳振聰失宿臭格，一夜潮水。兩條路啊！喂，唔好阻住，唔好阻住車行喂。被拘留咗33個鐘嘅陳振聰，凌晨獲准以500萬保釋。我知啊。陳振聰尋日晏晝5點，再被送到灣仔警察總部。我係睇車，唔好推啦，好冇？喂，唔好推啦，好冇？佢收起平日嘅招牌笑容，面容潮水，連鬚根都出埋嚟。實俾人影到，慢慢影，梗係啦，佢已經喺西區警署俗稱臭格嘅羈留室扣留咗16個鐘。有冇人整到啊？有冇人受傷啊？商業罪案調查科派出訛騙罪案調查組同偽造文件組探員，前日拉咗陳振聰之後，帶佢去到數碼港嘅公司宏霸數碼調查，喺嗰度帶咗一批紙張，睇下係咪同偽造嘅06年遺囑相同。到凌晨1點，陳振聰自被帶返西區警署羈留室休息。唉，入面連床褥都冇，更加冇水洗手。去廁所就要踎喺度，解決完仲要叫差人撳掣至沖到水。個個鐘都有差人巡邏睇住佢，要瞓都唔係咁易。喺四季酒店食開晏嘅陳振聰嚟到臭格就有硬啃餐蛋飯同清茶啦。陳振聰喺錄口供嗰陣相當唔合作。冇嘢講，要講嘅法庭度講晒，冇補充。至於佢老婆譚耀清就不斷重複自己只係家庭主婦，淨係識得湊仔。佢雖然獲准翻屋企，不過消息話警方會同佢做筆跡鑑定，調查佢有冇份假冒簽名。警方亦都去到宏霸數碼主席朱偉文同副主席周伯錦嘅屋企調查，公司股價尋日跌咗超過半成。